今嘛，咱政府准备要大量引进印度移工，已经和印度签署合作备忘录。劳动部长柯明春今日伫立法院嘛强调，期待未来是国家对国家的直接偏向。台湾引进印度移工的议题一直受到大家讨论。政府已经甲印度签署 MOU， 行政院嘛已经完成备查，上立法院查照，立法院改做审议，劳动部会扩大召开咨询会议。因为咨询会议会当聚焦国内意见，结果提到台湾、印度双边工作层级的会议讨论。劳动部长柯明春25去立法院备询，立委拢来问咨询会议的进度。社福类的移工，特别是家庭看护工，那会被列入你们这次的项目当中？这一次第二次的咨询会，我们有邀请我们相关的部会。好，针对开放的业别、开放的人数，还有引进的方式，我们都会大家来讨论。这个会议会讨论引进的行业甲名业。立委认为讲，政府有直聘中心，鼓励直聘移工比例煞无甲一成。这个开放印度移工会变做互中人有地头通闯，因为应该爱采国甲国直聘模式来进行。采取国对国直聘，那最重要是要弱化这个私人中介的角色，而且避免这个巧立名目，对移工做剥削哈。我们是希望能够在直聘方面以这个为主要的谈判呐，主要的谈判，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在推动直聘上很多是因为来源国的配合度的问题，不是说我们不愿意做。因为咨询会议原定按算后礼拜一29举行，落尾煞延期，无排除会伫5月7来举行。各界关心讲，新的劳动部长会由行政院副秘书长何培山来接。就任了后，会持续处理印度移工的代志以外，柯明春嘛讲，未来伊也面对欠工、劳保年假两大课题。不过，伊对何培山有信心，嘛希望劳工会当甲支持，做伊坚强的目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